旧唐书第1部。本纪第30028，本纪第40043，本纪第50057，本纪第60072，本纪第70083，本纪第80103。列传第153,751 PG2 本纪第1高祖是谓为弘农太守，重耳生息，为荆门镇将，领豪杰镇武川、殷家焉。仪奉中追尊宣皇帝，牺牲天锡，是谓为壮主。大统中赠司空，仪奉中追尊光皇帝。皇祖会虎，后为左仆射，封陇西郡公，与周文帝。及太保李泌、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左命，当时称为八柱国。家人赐姓大野氏。周寿禅追封唐国公，谥曰襄。至隋文帝坐襄，还复本姓。武德初追尊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名曰永康。皇考惠丙，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，7岁袭唐国公。及长倜傥豁达，任性真律，宽仁容3州刺史。有使事良者，善乡人，谓高祖曰：肱骨法非常，必为人主，愿自爱，勿忘彼言。高祖颇以自负。大业初，为荥阳、楼烦2郡太守，征为殿内少监。9年，迁魏少卿。辽东之役，都运于怀远镇。及杨玄感反，召高祖持议。镇弘化郡，兼知官右诸军事。高祖历事中外，素述恩德，即事。时生王氏在后宫，帝问曰：汝就 PG3 因纵酒神免，纳会以混其忌焉。11年，炀帝幸焚阳宫，命高祖往山西、河东处置讨捕。师刺龙门，贼率母端而率众数千雹于城下。高祖从10余骑击之，所射70发，皆应弦而到，贼乃大溃。12年，迁右骁卫将军。13年，为太原留守，郡城王威、五牙郎将高君雅将，集兵讨之。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、刘弘基各募兵，旬日间众且1万，密遣使赵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。威、君雅见兵大急，恐高祖为变，相与一拒，请高祖其语于晋。辞将为不利。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，以告高祖，高祖因为之。北高祖与威、君雅逝世，太宗密严兵于外，以备非常。遣开阳府司马刘正会告威等谋反，即斩之以训，遂起义。兵贾诩
遣刘文静使于突厥使毕可汗，令率兵相应。6月甲申，命太宗将兵讯西河，下之。癸巳，建大将军府，并置3军，分为左右，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，左领大都督，左统军吏焉。太宗为敦煌公，右领大都督，右统军吏焉。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，石爱县长窦从等分为左右统军。开仓库以赈穷乏。远晋回应。秋7月壬子，高祖率保生屯获益以拒一师，会领与击寻，馈运不给，高祖命训师，太宗切谏乃止。有白衣老妇议军门曰：余为霍山神实业唐皇帝曰：8月雨止，路出获益东南，吾当丙戌，晋下临汾郡即将。阴凉，断绝，关中向义者颇以为祖。河东水兵居人，进晋州籍，不谋而至，前后数百人。9月壬寅，冯异贼率遣其五牙郎将桑显和率众数千，夜袭长协，一师不利。太宗以由其数百掩其后，显和溃散，义军复阵。丙辰，冯异太守萧造以郡来将。戊午，高祖亲率众为河东，屈突通自守不出，乃命功臣不利而还。文武将力请高祖领太尉，加至辽左，从之。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将。庚申，高祖率军济河，舍于长春宫。3秦氏数至者日以千数，高祖礼之，贤过所望，人皆喜悦。丙寅，遣陇西公建成、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，坚守潼关，以备他道。太宗律刘弘基、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，自卫。北训3府，所至皆下。高祖从父帝神通起兵护县，柴氏复举兵于丝竹，致使并与太宗会。眉县贼帅邱师立、李仲文、周至贼率何潘人等，合众数万来将。乙亥，命太宗自卫瑞屯兵阿城。陇西公建成自新丰去霸上。高祖率大军自下归西上，今阳地形。公元苑、西霸之，宫女放还亲属。冬10月辛巳，至长乐宫，有众20万。京师留守刑部尚书魏文生，又议卫将军因事师，今赵郡城华仪携带王右以拒一师。高祖遣使至城下，欲以匡复之意，在塞律百僚，备法驾，历代王右为天子。尧尊炀帝为太上皇，大赦，改元为义宁。甲子，隋帝诏加高祖。甲黄月，使持节、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大丞相，晋封唐王，总陆万机。以武德殿为丞相府，改。12月，癸未，丞相府置长史、司路以下官僚。京城贼帅薛举寇扶风，命太宗为元帅及之。遣赵郡公孝公昭魏山南，所至皆下。癸巳，太宗大破薛举之众于扶风，屈突通自潼关奔东都，刘文静等追。擒于文乡，虏其众数万。河池太守萧羽以郡将。丙午，遣云阳，令詹郡、武功县镇李仲衮训巴蜀，下之。
2年春正月戊辰，世子建成为辅宁大将军、东讨元帅，太宗为副，总兵7万，训得东都。2月，清河贼帅窦建德建称长乐王。吴兴人沈文化及是隋太上皇于江都宫，立秦王号为帝，自称大丞相。喜封太宗为赵国公。戊辰，隋帝晋高祖相国，总百魁，被九锡及太宗自东都班师。5月乙巳，天子诏高祖免时有2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警入壁。王后、王女绝命之号，一尊就典。戊午，隋帝诏曰：天祸隋国，大行太上皇欲到江都，酷甚妄疑，幸生离备。命欲小子演造披牵，哀嚎勇敢，形影相吊，往知其处。相国唐王因其命事，服为整逆。自北卒南，东征西苑，置9合于诸侯，绝百世，纠律仪。夏，大毕忙离，保义正宫，系王室赖。德谋造化，宫阁苍明。诏数归心，隶属司在，屈为人臣，载为天命。在袭于夏一，让相推，苟非重华，谁堪命与？当今9父崩离，3陵改播，大安克。雪渊耻于皇祖，首。因嗣为孝孙，朝闻细允，极权无恨。今尊故时，训于旧邸，数。PG 6。官群辟，改谥唐朝。宜依前典，屈上尊号，若是重负，感太监。怀假手真人，彼除丑逆，积极多事，明知正义。人赤有司，凡有表奏，皆不得以闻。遣使持节，兼太保、刑部尚书、光禄大夫、梁郡公萧贼太极殿。甲子，高祖及皇帝位于太极殿，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。告于南郊，大赦天下，改隋义宁2年为唐武德元年。官人百姓赐爵一级，一师所行之处，给赋3年。罢郡治州，改太守为次使。丁卯，宴百官于太极殿，赐帛有差。东都留守官共立随月。王栋为帝，马刘文静为纳言，随民部尚书萧宇、相国府司路窦威，并为内史令。废隋，大业律令，颁新格。己卯，被法驾，迎皇。高祖宣简公以下神主，附于太庙。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，陵曰寿安。庚辰，立谥为永康王，安吉公神符。为隋帝为西国公。薛举寇荆州，命秦王为西讨元帅征之。改封永康王神通为淮安王。壬辰，加秦王雍州牧，于官如故。封皇子玄霸为魏王。西突厥遣使内附。秦王与薛举大战于荆州，我师败绩。8月壬午，薛举死，其子人皋复建称帝，命秦王为元帅矣。PG 7。讨之。丁亥，诏曰：隋太常卿高迥，上柱国贺若弼，并抗节。不阿，矫枉无挠，司隶大夫薛道衡，刑部尚书宇文弼，左翼尉将军董淳，并怀中报义，以献疾行，宜从褒姒，以慰权攘。
迥。可赠上柱国、谭国公，必赠上柱国、杞国公，各领有司家事。道恒赠上开府、临河县公，赠上开府；平昌县公，纯赠柱国。狄道县公。又诏曰：随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、左光禄大夫李敏，并鼎足高门，元攻示纣，恒受屠杀，朝野称冤。然李氏将兴，天作有应，名气深隐，望似诸夷。朕受命君临，至存刷。当深渊精善，无妄误昧。今才可赠上柱国王。9月乙巳，亲入囚徒，改银兔服为铜鱼服。辛未，追谥隋。太上皇为炀帝。宇文化及至魏州，镇杀秦王号，建务盈利。11月己酉，以京师古贵，令四面入关者车马。诏颁53条革，以约法缓刑。12月壬申，加秦王太尉，陕东道大行台。丁丑，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。庚子，李密反于桃陵，行军总管甚。晏师追讨斩之。2年春正月乙卯，出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应去职。黄门侍郎。陈叔达监纳言。2月丙戌，诏天下诸宗人无职任者，不再徭役。知县每州置宗师1人，以相统摄。丁酉，窦建德公与文化集。于辽城，斩之，传首突厥。闰月辛丑，刘武周侵我并州。己酉，李密就将徐世绩以黎阳之众及河南10郡将，授黎州总管，封曹。PG8 国公，赐姓李氏。庚戌，上其常侍段4月乙巳，王世充篡越望洞位，建称天子，国号正。辛亥，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将，何有平。突厥使毕可汗。死。5月己卯，西国公薨，追崇为隋帝，谥曰公。6月戊戌，令国子学历周公、孔子庙40至祭，人伯求其君，以关内兴我古州。是信律其众来将。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。9月辛未，贼率李自通据江都，建称天子，国号吴。慎法。新据毗陵，建称梁王。丁丑，河州贼率杜伏威遣使来将，授河州总管、东南道衡台尚书令，封楚王。裴寂与刘武周将宋金刚。战于界州，我师败绩，又武周军于蒲州，为诸军声援。壬子，刘武周进为晋州。甲子，上卿辞华岳，窦建德献黎阳，竟有山东之地。淮安王神通，武周将宋金刚演习，并没焉。甲辰，授于华山。丁酉，京师西南的有声如山崩。庚子，姓华阴。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，伏诛。3月癸酉，西突厥叶护可汗、高昌王屈伯雅遣使朝贡。
突厥共调之巨鸟。己卯，改纳言为侍中，内史令为中书令，给事郎为给事中。甲戌，内史侍郎封德仪兼中书令，封贼帅刘尚书令。秦王大破宋金刚于界州，金刚与刘武州俱奔突厥，遂平并州。伪总管尉迟敬德寻乡以界州将。6月壬辰，喜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，赐姓李氏，加授东南道衡台尚书令。丙午，亲路囚徒，封皇子元景为赵王。望秋7月壬戌，命秦王绿诸军讨王世充，遣皇太子镇蒲州，以备突厥。丙申，突厥杀刘武州于白道。冬10月庚子，怀戍贼，率高开道遣使将，授魏州总管，封北平郡王，赐姓李氏。4年春正月丁卯，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将，封定襄郡王，赐姓李氏。辛巳，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击胡。3月，喜封宜都望太为魏王。窦建德来援王世充，攻陷我管州。夏4月甲寅，封皇子元方为周王，元礼为郑王，元嘉为宋王，元泽为金王，元茂为越王。秋7月甲，大赦天下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斩窦建德于市。流王世充于蜀，未发，为仇人所害。甲戌，建德于党留黑闼据。张南反，至东道大行台尚书令，其王元吉为司空。乙巳，赵郡王孝公平津殿，会稽贼帅李子为徐王。5年春正月丙申，留黑闼据明州，建称汉东王。3月丁未，秦王破留黑闼于明水上，尽复所县州县，黑闼王奔突厥。魏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，寇益州。夏4月庚戌，秦王还京师，高祖迎劳于长乐宫。壬申，代州总管定襄郡王大恩为虏所败，战死。6月，留黑闼引突厥，寇山东，至建议大夫官员。秋7月丁亥，吴王伏威来朝。随汉杨太守冯盎以南越之地来将，领表西定。8月辛亥，以明今炀地于扬州。丙辰，突厥协力寇雁门。己未，进寇朔州，杀长吏以应之。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于夏伯，道玄败没。11月甲申，命皇太子率兵讨留黑闼。丙申，杜伏威为闼山。3月乙未，幸昆明池，宴百官。夏4月己未，旧宅改为通义宫，驱设京城戏球，于是置酒。高会赐从官博各有差。癸酉，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、中书令，州以备之。8月壬子，东南道衡台仆射府公时具丹阳反，渐称宋王。遣赵郡王孝公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。丙寅，突谷，浑内附。9月丙子，突厥退，皇太子班师，改东都为洛州。高以奉义兼甲音，至自华阴。
7年春正月己酉，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，百济王扶余。张为代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2月，高开道为部将张不威薨。3月戊寅，废尚书省六司事。郎增吏部郎中至正四品，掌选事。戊戌，赵郡王孝公大破府。公时，秦之，丹阳平。夏4月庚子，大赦天下，颁行新律令，以天下大定。诏遭父母丧者听中制。5月，